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6月29拜四公司台语大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争议真久的假电视将有线电视频道这个案件 ，NCC 伫昨昏审议，已经正式通过假电视，上紧7月份的时就当上有线电视的第86台。昨昏排审通过，嘛引起在野党不满，专工走去开会的现场抗议。假电视就第4台案件甲党监事变更案，一路吵架议论纷纷。NCC 礼拜搁再排审，7名委员除了副主委王品松回避，1个委员确诊山顶参与，最后2名委员弃权，以4比0来通过。另外也通过假电视党监事等这变更的申请。那我们也没有外界所说的可以等到哪一个委员确诊之后才开会，这个不太可能是这样子。委员是有在线上开会。刚修过我们的这个议事要点了，所以线上会议其实也是合法的。回顾假电视案件发展历程，去年1月假电视核准设立，2月网络起步，5月上 MOD 的频道，延过申请上架有线电视频道是真侪波折。期间会议高层介入这传闻不断，一直到礼拜才审查通过。伫 NCC 也立下附带条件，要求股东爱切结，股权交付信托，不应找人头代为持有。这个案件才通过生效。国民党的主张是陈耀祥下台负责，陈耀祥下台负责，夏慧琪拒审 NCC 的预算，已经违背当时 NCC 对立法院说要在各种争议厘清调查之后有了结果才能够继续审议的这样的一个承诺 ，NCC 根本就已经彻底违法。对着 NCC 台湾立法院收回排审通过假电视案件，在野党立委非常不满。5月初，国民党立委就把冲入 NCC 大楼静坐来抗议，失败排审，搁再到 NCC 抗议，结果员工无按入去，防党伫楼梯间也报警处理，指控 NCC 违反消防法规。国民党立委最终抗议无效，专案议员审查通过，那一切顺利，假电视上紧7月中旬会再上频道。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新北市幼稚园饲药的风波，进前新北市的实质传出某幼稚园哪亲像是发生甲囡仔饲药啊，检方有介入调查，是甲学生囡仔的尿甲头毛摕去化验，验过即马是拢无验出药物，昨昏检方专案无罪签结。以更为精确之意向层析串联质谱仪检测后，未检出苯二氮平类成分，再经采集该学童之毛发。连同该学童自今年1月起，平常所服用一般诊所医师合法开立之处方用药，一并送请法务部法医研究所进行检测，结果均未检出苯二氮平类及巴比妥成分。检方强调讲，检察官有去调查人证、物证甲事证，更有专业的医疗检验结果。拢无发现囡仔的尿也是头毛有药物的反应，认定专案是无牵涉犯罪，并无饲药啊，昨昏结案。继续关心有一个女大学生，伊是指控讲，伫伊17岁的时读高中，互高中一个姓肖的老师，甲伊讨报穿衫的相片。目前，这个老师已经封停1半冬来接受性病的调查。验过人本基金会是认为讲，教育局和学校爱主动扩大调查。这伫台中某公立高中教册姓肖的男老师被指控，多年前利用学生的信任甲敬慕，甲一个17岁女学生发展私生恋，进而向对方讨无穿衫相片。学校立即调开教评会决议，姓肖老师停请6个月。而被害人是希望讲尽快完成性病调查。希望性评会可以做出让他停止决议的处分，就是如果是违反相关的教师法的话，应该是可以停聘1到4年左右。被害人讲，伊伫2020年已经对这个学校毕业，不过这几年身心承受真大压力，呼吁保护这个姓肖老师成塑料过学生勇敢站出来。学校是表示，这个老师伫事件爆出了后就请假，除了已经请3名委员组成性评会。学校方面也讲，学生若拄到相关的事件，学校也会加速来通报，加申诉停书。
可以告知学校的任何一个人员。那我们一旦知悉之后，就会在24小时之内进行相关的社政通报跟行政通报。林本基金会认为，这事件已经明确违反教师的专业伦理，虽然暂时无其他受害者，也不过教育局甲学校方面拢应该来启动全面性的调查。那可能也有潜在的受害者，所以呢，扩大调查呢，务必成为我们性平事件的基本的就是 SOP 流程。那学校为了避免该名老师与学生有接触的机会，学校教评会已经依照教师法第22条的规定，给予最重暂时停聘6个月的一个处分。台中市教育局讲，除了继续来注意学校调查的进度，赶紧来调查真相，确定有违法行为就严办。若是因为调查必要，教评会会使依法搁再延长聘任来调查这个事实的真相。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受南边风气影响，水气会较高。这方面的东南部、恒春半岛会落地渐准雨，同齐来看云图。气象局是表示，今仔日到拜六礼拜对流会增强，所以过到了后天气会较无稳定，西北风的范围嘛较大。另外要提醒乡亲的是，今仔日伫西半部是一份好天，东半部是乌阴天，温度是伫25度至34度。过到了后，西半部各地山区有局部地渐雷阵雨，而且雨嘛较粗。若伫无落雨的时，是感觉较翕热。今仔日各地今仔日的紫外线指数拢是过量的级数。若金门抑个偏乌，甚至是危险的级数，所以乡亲若是要出门，就一定要做好查日。天气遮尔热，台南天狗节的疫情嘛继续咧扩大，到日白下晡已经有84例，拢集中伫仁德区和东区。昨早国军的化学兵有专工去仁德区除药啊。也毋过嘛，因为讲即摆下晡较熬落西北雨，所以清早就有积水，要解决天狗节的疫情就较恶解。台南市政府即摆嘛呼吁乡亲积水就爱接病。伫白山区穿红雨衫的化学兵就来到台南天狗节疫情上界严重的仁德区成功里协助户外的消毒工作。台南市的本土天狗节到礼拜下晡，总计已经有84例，大部分分布伫仁德区，也有东区。对通报头一例本土案例以来，市府就加强各案的徛街，也有活动地周边避网塘密度的调查加清理，以及化学防治，并且设置采血站进行采验。因为今年流行的是第一型的病毒，就惊民众无去就医，也是互相感染到。重复感染不同类型的，比较容易产生出血性登革热。那过去在2015年的时候有26000多个，那这个我们当然不希望这26000多个有重复感染到第一型。2015年天狗节伫台南市大流行，当时造成26000多位民众确诊。今年疫情又过来真凶，住伫热区的民众也难免会惊，大家拢真小心细腻。对啊，我们要每天巡一下，在自己家里要该到的要到，要巡一下，然后刷一刷，弄一弄。然后把疫情可以控制下来。尤其下雨过后，确实要把那些积水容器清理干净，这才是正道。那疫情陆续的攀升，我希望能够唤醒大家，一起来尊重我们的环境。最近下晡不是有雷阵雨，环绕天气因素影响防疫的做法。市府讲，这阵当务之急是控制疫情，阻绝更加多人去围着。而清除资讯员降低避网塘的密度，更加所有民众斗阵来配合。防堵这疫情，记者综合报道。三日甲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新竹市前市长林志坚甲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的论文，洪进定讲是用抄的，两个人的学术学位嘛已经拢互撤销。因的指导教授陈明通嘛互检举有缺失，也毋过代代是认为讲，并无达到爱改聘的坎站，所以有互伊办理退休。即马代代校长陈文珠昨表态，认为陈明通已经伤害到代代名誉，应该爱出面向社会回实的。来关心中国时报，即马全世界有真侪国家拢用英式的飞弹，即款的飞弹战术战法甲性能，中国哪清楚早就有掌握。若咱空军的英式防空飞弹服务53档，伫去年开始咧摕，空军今仔日会伫台南举办除役的仪式。来关心自由时报，国防部军备局招标买防弹架的布料，若这布料要摕去做防弹衣，无传出厂商涉嫌是对中国进口这布料，所假样讲拢是台湾做的，检方伫昨昏发动搜索。
就是拄则报纸报的这条新闻，这是高雄仁武的一间公司，伊是负责咧做国防部防弹假的布料，啊，毋过涉嫌对中国进货改标头了后，才惊讲这拢是台湾做的布料。检方怀疑业者利用这款方式，已经赚6700万啊！目前负责人是防以50万交保。壁顶挂满防弹衣架，仁武这间公司研制真侪项防弹衣、盾牌这的军警规格的专业用品，互桥头地检署搜查。因为公司涉嫌为中国进口防弹衣的布料，再估计是台湾生产的，掩饰未实质生产制造抗弹纤维布的事实，而将中国制的抗弹纤维布成品出货于军备具205厂，以此手法从中获得超过新台币6700万元的不法利益。2018年军备局陆续招标抗弹纤维布45万公尺。特别厂商找仁武这间公司做协力厂商，不过公司的负责人为中国买防弹布料，佫涉嫌甲中国公司串通改票，应家己公司的名称了后定方向。军方验收的时阵，佫假伫操作这部机暗砍事实，甲布料交互军备局205厂，涉嫌赚6700万不法利益。询问了后，因为事情明确，业者原来坦白承认，检方认定无羁押的必要，负责人以50万块交保。不知道他这个用途。听说是仓库而已吧。不好意思，我们不清楚状况。前方业者公司登记地址大门锁条的，甲登记伫经济部上老师的电话，马龙回应不清楚。大陆货来冲刺，那这样的话会不会造成国安的问题？我认为都有疑虑。还有这个是个防弹背心，如果是电子产品呢？是个通讯装备呢。军事专家讲，国军军品采购契约一定有袂使为中国供应的采购规范，业者做法明显违反契约，麻烦哦，让做其他更加精密的设备，透过类似的方法，有国安的危机。招标布料进前，因为违约，军方唔收，研判抗弹布料也未流入市面。不过针对检方搜查甲布料是不是有流入市面这件代志，军备局一个前也无回应。记者综合报道。总统府发言人古拉斯传出，去年伊咧参选花莲县长的时，是甲一个已经有某细丽的水总谈恋爱。即马对方的太太提出告诉，要求古拉斯爱赔100万。古拉斯伫昨昏随时调总统府发言人的职务，不过伊嘛伫面册顶头背回讲，代志毋是亲像媒体报的安尼。花莲成了恐惧的总和，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我是无惧之人。总统府发言人古拉斯2022年，互民进党顶调投入花莲县长的选举。伫地方走行程的时阵，边拢有一个五官端正、体格真好的随和，随时咧替伊注意安全。无想到即马煞互周刊爆出讲，伊和即个已经结婚的随和在行。随和的某搁去法院提告，要求赔偿100万。古拉斯被随请示总统府发言人，总统嘛准时。整机语音信箱。古拉斯是无出面来回应，伫面册讲周刊的爆料，真侪所在拢有假过，而且受限。伊讲对对方婚姻的情形无正清楚，嘛毋捌有啥物超过规矩，也是亲密的行为。目前两个人已经无联络。当事人细丽的随和和古拉斯拢是阿美族的人，正伫桃园的保安大队服务。2021年调回来家乡花莲，拄做外美派出所的所长嘛，洪调李主管。李元已婚，有2个小孩子。那本案如调查，李元涉及不正常感情交往行为属实，将依警察人员奖惩标准规定予以惩处，并追究相关主管人员考监责任。古拉斯捌做过原民台的主播，搁伫咧府院党拢做过发言人，嘛互看作是大清德的子弟兵，但是嘛有争议事件。2014年的时阵，捌食酒赛车防法班，参选花莲县长的时阵，互批评讲是空降的。即嘛搁标出一个歹代，嘛互民进党伫咧花莲立委的布局搁较困难。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昨昏开记者会，对外宣布伊竞选办公室的人事安排。即马是由前国安会秘书长金溥聪来换盘来做执行长。另外，立委选举的部分，民进党的赖清德昨昏嘛开记者会，即马是讲立赢的民主大联盟又搁新增加4个选将。那民众党是宣布要征调蔡碧如去参选台中市第1选区，要去挑战现任的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有意，侯友宜，当选。
出干手大声发动选电团结的气势，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竞选办公室要伫7月初1正式对外运作，日要早起是公布第一波重要人事。前国安会秘书长金溥聪出任执行长，负责选举方向；另外，前行政院副院长杜子君担任国政国文团的调集人，组织调集人是国民党立法院党团的总调陈明忠，副调集人是前立委林丰池和前台南市议员谢龙介。执行长负责选举的方向、策略、规划、执行，并统合所有的战力，也是带着这个团队往前走最重要的一个步骤跟方向。另外，在立委选战的布局，连赢的民主大联盟佮加势的阵仗，民众党嘛宣布第一波区域立委的提名，定调蔡碧如来参选台中市第1选区，挑战现任的立法院副议长蔡其昌。大家关心当时陈厚捷。中彰投也不是只有一区要选立委嘛，这涉及到整个中彰投的全盘战局，要怎么做的还有谁要那个，我们还要再详细的规划。民进党仍然秉持跨党派、跨世代、跨领域的原则，推动第4波的民主大联盟的征召工作。今天所征召的4个候选人，都是一时之选，表现也都非常杰出。赖清德组成民主大联盟，要备战2024的立委选战。定新德县第1选区提名占记提，苗栗县第2选区和无党籍议员詹文学来合作。沙地县主民伍丽华，北地县主民陈莹是专力拼连任。民众党的部分不分区的立委陈婉慧要挑战宜兰县的选区，立委张基乐是投入台北市第8选区，挑战国民党的赖士宝。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6日时是带团去日本访问4天，会针对半导体、能源议题和日本交流。这嘛是要挖30年来，阁有咱的行政院副院长带团去日本访问。郑文灿嘛和日本的执政党副总裁麻生太郎有见面，后者认为这是咱外交的一大突破。那希望未来能够展现台日2个国家产业合作的潜力跟实力。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1日率领经济产业交流团访问日本东京4天，除了拜会一场，也伫强化半导体产业链甲能源等重要政策进行交流对话，也伫并且抛出甲组织代表谢长廷到庭拜会日本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甲政调会副会长铃木兴久的相片。这是代志断交了后，行政部门官员当中第1关的战绩。前一摆傅国揆访问日本，已经是1994年李登辉执政时期。那这个行政位阶仅次于这个副总统的行政院副院长，他有一定的这个代表性，去进行日本访问，可以强化台日之间的关系。这摆郑文灿访问日本被看作是外交突破，有了经贸基地，也去拜会执政党、自民党甲前首相麻生太郎会谈。郑文灿也表示，强化台日友好斗阵拍拼，或者成为这显示台日关系为会官方提升到半官方。在自民党本部呢，见到麻生太郎呢，非官方现在已经到了半官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日本郑文灿拜会自民党干事长吴炳昌，也有几位众议员，讲到买高铁的新世代车厢甲台积电在日本投资，希望旅游服务未来代志有更加多元、更加侪方面的合作。记者综合报道。那美国的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主席罗杰森。27日时是带不共党派的众议员来咱台湾访问3天，双方会针对台美的关系来讨论，也针对区域安全、贸易和投资者的议题来对话。昨下晡，伊嘛先和咱总统蔡英文见面，咱总统有当面感谢美国通过自控制术国防授权法案，协助咱台湾强化战力。总统蔡英文向外宾握手讲欢迎，这摆是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斯率领8位跨党派议员来台湾访问，将做近年来规模上大的美国议员访问团。蔡总统也感谢军委会通过2024国防授权法案，协助强化台湾无对称战力。在座的议员每年在军委会共同推动国防授权法案，持续纳入各项政策倡议。协助台湾强化防卫能力，深化台美安全合作，是维护台湾及印太区域安全的重要的后盾。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have had a long and important friendship. As you can see from the delegation with me today, our support for Taiwan
is bipartisan and unwavering. 团员也包含前国委会主席、现任民主党首席机关史密斯，以及罗杰斯拢是国会台湾连线成员。机关来自美国各州，有专业背景，像是莫伊兰不担任陆军官。米尔斯是具备国防情报上的身份。三港行程有机会和相关部会官员讨论美台关系、贸易甲投资以及科学安全。而有意参选美国总统的参选人也相当关心台海议题。Let's get with our allies. Let's strengthen Taiwan. Let's make China really see what would happen if they decided to invade. And the best way to do that is to show them what Ukraine is going to do to Russia. And I promise you, China's not going to want to go against that alliance. 这里参加共和党党内初选来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海利认为，美国应该把中国看作是敌人，加强防卫台湾，一定要让中国了解三点武力犯台承受严重后果。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穆斯林准备要开始3天的斋星节。那瑞典的斯德哥尔摩日碑时，煞有一个查甫人经过警方的稳准，伫大清真寺烧古兰经。这个行为可能会互土耳其是真火大，即嘛互瑞典想要争取加入北约出现变数。伫警方严密监视下，几啊十个共款是控制数用阿拉伯语画写之下。几啊年前，为伊拉克到到瑞典的37岁莫明卡，几啊摆到古兰经，用古兰经入入培根，掠几啊夜高点火烧。伊强调这是为表达对古兰经的看法，强调言论自由的重要性，这是民主。Burning a religious book, it's not freedom of speech. It's a provocation. 这行动经过警方认定，烧古兰经未造成安全风险，才批准。不过事后警方另外用煽动反对这种族，或者是国家团体对伊提出指控。过去共款行动伫穆斯林世界引起暴力抗议甲愤怒，尤其瑞典目前咧申請加入北約，而且需要土耳其支持。不過這代志可能互安卡拉真生氣。Burning religious texts is disrespectful and hurtful. What might be legal is certainly not necessarily appropriate. We continue to encourage Hungary and Turkey to ratify the accession protocol of Sweden without delay. 莫米卡进前就申请过烧古兰经，不过无得到允准。迄时阵理由是因为今年1月一个伫土耳其大使馆外口烧古兰经的事件引起几啊礼拜示威，呼吁抵制瑞典产品。互瑞典申请加入北约进行受阻，警方认为瑞典正做遭受攻击的优先目标，了后一度退回烧古兰经的活动申请。不过上诉法院伫6月裁定警方禁止是错误。莫米卡伫今年4月表示，无想要伤害这责任，佮维护伊尊严的国家，目的也是破坏瑞典加入北约的申请。公司新闻恩惠玲报道。那俄罗斯27有去空袭乌克兰东部一座城市，造成上报有4个人死亡，42个人受伤。美国有谴责俄罗斯的行为，美国即嘛对外宣布，要阁提供美金5亿去援助乌克兰。另外一方面，白俄罗斯总统已经对外证实讲，俄罗斯的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的头人，即嘛人已经踮伫白俄罗斯啊。见到保护炸弹拍到，厝拢倒来，民众着急等待救助。俄军拜日空袭乌克兰东部城市克拉莫托斯克，拍到一间餐厅甲附近的购物区，造成几啊10人死伤，真侪民众掉伫个厝遐砖仔壁内底。Я прибежала сюда после взрыва уже, потому как меня тут кафе я арендовала. Я пофотографировала, в кафе тоже все повылетало. У меня сыночек погиб на войне, мне так тяжело сейчас, понимаете, и тут еще и это случилось. 克拉莫托斯克由乌克兰控制，离俄罗斯占领区真近，定来将做俄军空袭目标。美国政府公开谴责俄国攻击行动，同时也宣布美方已再提供5亿美金来军事援助乌克兰。This is the 41st drawdown of equipment from DoD inventories for Ukraine since August 2021 and includes key capabilities to support Ukraine's air defense requirements as well as additional armored vehicles, anti-armor systems, munitions, and other equipment. 另外一方面，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拜日证实，俄国佣兵瓦格纳集团的首脑普里戈金已经到白俄罗斯，同时承认当初认为瓦格纳兵变是误判情势，会考虑提供声援，无得用亚地来交流作战的经验。Гаранти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как он вчера сказал, в самолете. Да,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он сегодня в Беларуси, но, как Ленин говорит, мне бы такое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е в армии не помешало. Я с тобой согласен.
对着瓦格纳所来动向，即阵唔知影，北约是判断瓦格纳集团甲白俄罗斯的造成区域更加无稳定，并变也造成俄国境内对俄罗斯甲乌克兰战争的意见更加分歧。北约已经做好准备，要来对抗任何威胁。公视新闻杨间编译。受高温的影响，加拿大对5月份开始就直透伫火烧山，那烧掉的面积大约已经过2个台湾遐尔大。火烧山的乌烟即马飞到欧洲，飞到美国的芝加哥这个所在，而且火烧山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要到1亿6000吨啊，已经创下历史新高。看过去，会当看到大火伫森林炭烧。加拿大为5月开始，各地一直发生森林野火，这火灾产生大量的浓烟，唔能影响国内，进前更严重污染美国纽约的空气。暂时烟雾嘛一清，美国的芝加哥当地空气品质已经互列入不健康的等级。I bought this mask because it felt dangerous to breathe the air. It's burning on the eyes and burning in the nose, and I don't think this mask is even strong enough. 除了美国浓烟嘛拖起法国等欧洲国家的空中，数百件野火产生的二氧化碳量，到26为止是2003年有卫星监测记录以来的新高纪录，超过2014年的1亿4000万吨。Fires in Canada for this year so far, so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till the 26th of June or so, that they've emitted an estimated 160 megatons of carbon into the atmosphere, which is already the highest annual total for Canada over that period. 欧洲各百年的大气监测机构的科学家帕林戈顿表示，这烟雾已经拖起西班牙甲葡萄牙所在的伊比利半岛、爱尔兰甲英国，而且继续往法国、荷兰、比利时甲德国发展，进一步往东边拖。要不过烟雾的宣布粒子会停伫大气内底较悬的位置，所以无啥可能会影响到欧洲的空气品质。暂时加拿大国内累计数百件野火，造成至少770万公顷的土地互大火烧去，等于烧掉2个台湾的面积，更加互看作是加拿大现代史上上大规模的野火，迈进一步互全球暖化恶化。公视新闻台是同朋友。欧美即马是热翕翕，西班牙已经对春天热甲焦。也那美国的德州和南部一寡所在，高温的警示警报嘛已经发布2礼拜啊。为了互小风暗调的这个效应，互真侪所在即马拢出现43度以上的高温。照这款情形推测落去，这么热的天气会一直热到7月份去。为美国亚利桑那州中部、德州甲佛罗里达州中央的南部，6200万人拢陷伫翕热的热解效应。稳定的高压系统，甲烧气甲湿气拢锁掉的，已经连续2礼拜，互人感觉强要无开。拄啊过下礼拜六，一寡所在温度拢38度以上。德州这礼拜的高温嘛，看上摄氏45度，半暝嘛无啥会降温，民众敢来当尽量食冰酸水来消透。预定这礼拜德州的用电量会阁创下新高纪录。It's getting hotter. That's just the world is changing. A nightmare scenario is that the grid goes down. You don't have air conditioning available to most people. 独立的德州电网负担真严，最近因为高温相关的送医人数大大增加，对于无为汤味的家友，佫较是致命的挑战。主权团体加紧分发饮用水甲卫生用品，希望帮助因渡过难关。换来看西班牙，今年热天头一阵烧风已经到位，气象预报显示，全国大部分的所在可能会出现摄氏44度的高温，一定会持续到29。中世纪古城塞维亚，游客野雨伞开线，伫闪大热。And I find it super hot, super hot. And what we do against it, we drink a lot, wear like light clothes, and we do siesta, as Spanish do. 去年是西班牙有史以来上热一年，今年春季嘛是历史上最高温。统计显示，过去12年6月极端高温已经愈来愈接出现，这是一大警讯。当地已经传出今年头一件农民着山死亡的案例。当局单性工时保护上路，禁止伫真热的时段伫户外工作，也成立新的部门，降低极端气候对健康的影响。公视新闻施会长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来向请咱同齐来看世界。拜登是美国史上即马年岁上大的总统，而且嘛已经对外宣布伊要寻求明年的连任。不过伊健康的状况一直拢是外界关心的焦点。白宫有对外证实讲，美国总统拜登6月27要用呼吸器来治疗路面无喘气的症头。
来关心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可是也顾问贾登看上性别歧视，是用歹听话去骂一个查某记者。即马是予这个法院大法官全数表决通过，要撤销伊律师的资格。来关心英国的高等教育机构 QS 有发布2024年世界大学的排名，咱台湾的台湾大学排第69名，伊是比去年第77名有进步，而且台大嘛是台湾唯一有进入全世界前100名的大学。镜头搁转来，咱过来关心交通。交通部即摆是公布上新的统计，讲交通伤亡案例，伫今年1月份至4月份车祸有133000多件。若4月份的时，过路人死亡的案例是比去年增加47%。主要拢是民众咧过车路乌白撞，而且头咧咧看手机啊，拢无咧看车，所以对今年第3季开始，警方讲嘛要加强抓违规的过路人。交通事故伫国内是常常出现，三不五时就传出互人危险的事件。根据交通部上新的统计，今年1月到4月的交通事故，总是133972件，造成1039个人死亡，179,900多人受伤，比去年同期是增加62个人死亡，增加16100多个人受伤。另外4月交通事故死亡的是台中加上济，过路人死亡是桃园加上济，啉酒赛车死亡台南加上济。以现在我们停让行人的措施，包括从6月30号这么严格的规定哈，事实上你用专用时项，事实上是反而是可以解决车流的这个问题哈。另外，今年4月过路人事故死亡的有31个，比去年同期是增加10个，多多增加47.6%。另外，1月到4月死亡有134个，嘛比去年同期是增加12个，成长9.8%。虽然讲交通部和警方3月底已经联手要推动无让行人相关罚3千6，而且加强处理，但过路人死亡4月点都增加。加强行人要遵守规定，比如说你走路的时候要专心，不要滑手机，不要随意的穿越马路。我们也会加强有关汽车停让行人的宣导。事实上，为了改善过路人地角这个歹名声，行政执行司法人分署嘛，把赛车无让行人的交通违规案件，立作专案嘛优先执行。分署目前受理的案子共有26件，大部分违规的地点都在北部。只有2件在花东地区。交通部表示讲，经过分析，真侪事故嘛是过路人本身造成的。第3季开始嘛会加强执法，除了去骑车无让行人，嘛会甲过路人的违规列作重点，罚款会对3600提悬到6000，各会参加道安讲习，拜5就会上路。他过路人一定要特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警方有接到证据，讲有一个姓陈的查甫人有枪。警方走去新北市新店要抓人的时，这个嫌犯却开车去弄警察。那事实上，这个嫌犯唔但有前科，而且这19年来，伊互警方移送法办已经办真侪届啊。不过尾啊，伊拢会利用讲伊弟病有渐冻症爱治疗，所以尾啊拢互交保。地管人员提醒对演练来开枪，因接到报案讲有人身躯边有枪，大家拢保持警觉。验过请来这查甫人想要来开车离开，无用抓到。警察看到这个情形，搁再开枪来警示，双方一度来对立。出来看的时候，好像是警察在跟歹徒正在搏斗。很多人的声音啊，后来说要开枪就开2枪，砰砰。台北市警方看辖区来查缉，2月透早5点，伫新北市新店连开2枪抓到嫌犯，对车内甲徛架敲出4支长底枪，也有海洛因、安非他命这罪行毒品。行路无在需要人查，4单的嫌犯有枪炮加毒品的前科，警察也查出，处处也是共判，拢带转去查问。警方伫厝内敲到敢若铁管仔的物件，怀疑是家己要制作爆炸的物件，刑事局爆化小组摕转去检验。那利用这个清晨民众较少的时段那减轻对于周边的一个干扰，最后也在没有伤亡的过程中将这个诚信犯嫌来做逮捕。4单的嫌犯给机关拜访了，是警方眼中头壳疼人物。回顾19年前，被因为砍下侵害毒品的案件，伊手提手榴弹，甲警察对立7点钟。他就说把手榴弹。疑似手榴弹的东西说要跟我们同归于尽，叫我们不可以再进去。昨年3月，佮伫西门町甲警方开枪；今年12月，古早红掠跳塘逃走；去年9月，也古早零检开枪弄警察，红开4枪制服。为什么见到警察不进去？
做拜访了，做拜访以后，只要议员伫外口拍拍走，4单的嫌犯有渐动静，这是将运动神经元退化造成的疾病。因为一摆比上班拢会摕诊断证明，争取交保机会。今年5月，上海伫新店甲警方爆发枪战了后，伊就带院来治疗。一摆又去牵涉庆都相关难得比例命运。记者综合报道。今年有几哪个受刑人是利用机会选去逃走？法务部矫正署今麦已经决定讲，对后个月开始会利用科技辅助监测系统，受刑人总共有离开家感觉就爱挂这个电子手环，会当随时来掌握伊的行踪。今麦会先对民政局的家属先试办。飞机显示时间，电量拢知影，来建 GPS 行踪清楚来定位。这款电子手表一个挂起去，无多讲摕落就摕落。矫正署结合科技，及时掌握受刑人的一举一动。去年8月，受刑人林信娥等于厝探视，超过假期无转来，对面着外一家脱逃了后，犯下大南台警察案件，2名警察死亡，震惊社会。截至到去年10年来的统计，外一家有49人逃走。今年至少也发生至少4人，就惊搁再有相关的行为。矫正署规划科技监控，预计7月来实施。新实行的监数就算伫面对外一家有3个适用对象。那第一个是我们日间外出到厂商工作的自主监外作业。那第二个是我们外出返家探视的受刑人。那第3个是外役跟监外作业的收容人。大约400多名受刑人即要离开监所，一路爱挂这手环，试办1年评估成效了后，慢慢科技转台。只是矫正署进前要修法，拍算有关外一家遴选的标准，就搁强化对受刑人监控，安尼做引来民团的批评。不应该用这种所谓的电子的设备来违反说整个外役监设立的原则之外，我觉得这也很违反人权呐。那是不是我们干脆走回头路，就是全部废掉外役监这样子的一个制度？外役真侪中间的处所，设立目的伫互受刑人慢慢来回归。央国民团认为，矫正署弯端来监控，无疑是侵害人权，一再推出各项加严的做法，根本破坏外役立法的目的。记者综合报道。那根据警政署的统计，最近这5天青少年的嫌犯有增加3.85%，其中早期卖毒品是上接发生的犯罪行为。司法院嘛打算讲，要对后个月开始，针对有犯罪风险的少年家来进行行政辅导机制，各县市拢会成立少辅会来辅导，让少年人歹路唔通行。台湾诈骗手法千万招。诈骗集团嘛，接利用少年辈做过手人。根据警政署统计设计资料显示，2022年青少年嫌疑犯排第1的犯罪行为就是诈骗，有26.49%。司法院伫7月初1开始实施保险少年行政辅导先行机制，由各县市政府成立少年辅导委员会。介入辅导有犯罪风险的少年，中华县的少辅会也伫6月28正式启用。我们对少年违法曝险或是偏差行为的部分，将来会以这个辅导行政先行的方式我们会先对这些曝险少年、行为偏差的少年进行这个辅导。然后希望说，这个辅导成效良好之后，就能够回归到正常的这个社会生活。中华县少年辅导会计共有8位辅导员，拢有社工、心理咨商的专业背景，会针对无缘故就早危险物品、有吸毒、这寡行为的偏差少年来进行辅导。第一个判断他是曝险行为，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很重要去做家访评估的部分，因为我们要整个去评估孩子的状况、家庭的状况，还有他整个社区状况，都要是列入我们评估的状况，才知道我们要提供他什么样的服务。中华县少辅会表示，行为偏差的少年辈大部分拢较被网络、共伴相少，都会出现欺骗、吸毒的犯罪行为。少辅会会结合福利、教育、心理、医疗等等的相关资源，希望用辅导的方式感化，望指引这的少年辈行入正道。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农民种稻仔上惊去拄到稻热病。农委会和台即马有合作，伫稻仔身躯顶有找到对抗这款病基因，嘛结合高雄145号有出新的品种，名就号做台高雄1号。
稻啊已经结穗，但是我过去看，一寡拢已经冷去啊，敢若剩壳尔。稻热病红叫做是稻啊的瘟疫。为着真菌对稻仔的苗到穗拢有可能受害，减产3成以上。农委会和台大合作，对菲律宾国际稻米研究所摕到抗病基因度，和高雄145号交配，研发出国内第一摆用分子标志的技术，种出抗稻热病的品种。我们这次挑的 PI9 这个基因呢，它表现很好，都有研究显示说它对大部分的菌株是抗的，也就是说呢，它理论上是可以撑更久的时间。新品种是号做台大高雄1号，产量是比一般的稻啊较少，每一公顷是减少1000公斤。农委会讲，安尼会当唔免合接去喷药啊。第一个人工减少了，成本也减少了。所以在他们来讲是有利的。农民看到抗稻热病的新品种出现是真欢喜，认为讲虽然减产，但是会当减少用药，会较好管理。他们个底下好，无人咧种咧草药，拢爱去人拜托，喷了工人少，拢爱请，拢都是拜去拜托啊。为着对抗稻热病，研究人员是一直在研发新品种，但是真菌的演化和变异都真紧。目前台湾上普遍在种的台南11号，本地会当抗病，但是大面积种3-5档了后，佫变甲会去患着病。这摆台大高雄1号特别扩大抗病，会当去对抗佫较侪种的真菌，有机会当突破过去的表现。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来看，火车是真侪人的基地。清华大学的老师和学生是用5年的时间来记录咱台湾的南回铁路。伫台东参屏东的邦寮之间来来回回，唔知影来回偌济届啊！即马已经完成南方一部铁道这出纪录片。甲驶火车的司机、南回铁路的工人，因的点点滴滴，全部拢用镜头记录落来。上台北念书啊，都是坐这样的车。老火车驶在山北海边，这是南回铁路特有的风景。清华大学老师带学生团队，利用5天的时间，一点一滴把南回铁路的故事透过影像记录起来。其中不少拢是台湾人成长的共同记忆。我一直觉得台湾对于铁道文化的一个认识跟整个的理解，我觉得太过狭隘。那个狭隘是大家都觉得它就是一个交通工具而已，可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其实它承载了整个台湾人的这种生活情感跟很多的记忆，因为它是一个可以更开阔一点去看待的题目。所以怎么从铁道文化来认识台湾，这是我觉得很漂亮的一个议题。导演讲，纪录片对摄影、配角、工作人员拢是清华学生，参已经毕业的同学，其中还有来自不同科系的学生。自开始到完成，过程确实真无简单。晚上就在那边看着工人施工，然后在那边第一次的拍摄，我觉得很新奇，就是因为这个纪录片，我会接触到很多可能我这一生不会接触到的人事物。这个电影里面，你可以看到，它就驰骋在整个中央山脉南段，驰骋在整个台湾海峡、太平洋这个中间。很美，我觉得台湾很多人觉得台湾很小，可是我觉得那个是因为，我们没有细细看它，我们没有慢慢看它，其实还有好多好多的美丽，好多的故事，其实我们都忽略了。南方小木铁道纪录片目前当在电影院放送，导演邀请大家去看这部记录台湾铁道的纪录片，共同来感受南回铁路的风华。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除了头段看到影像，写作文字嘛是一种表达。咱台湾经过维权，嘛捌出现禁册制度。台湾文学馆伫昨昏就举办文学禁册展览，小解禁册种类和政策，希望民众透过这个展览，会当来了解现此时咱有民主甲自由是偌尔珍贵。目睭看到的册背后拢有痛苦的历史，对日本时代到改严台湾人民的思想甲言论，有550段时间受禁册制度影响。这个台湾文学馆举办文学禁册展，小解禁册种类甲政策。其中改严时代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4组是规个政策的主导。不管是党政军系统呢，就通过他们各自的管道，对这些书籍进行查缉，然后或者是下架的动作。禁书这件事情上，我们比较常看到的是查禁图书
速目录。但是这个宣传周报可以说是整个禁书政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最前行的一个刊物。目前的社会是相对来说是比较自由开放了哈，可是我想我们也不要忘记过去有。在迄个年代，真侪文学界作品无法度出版。其中民国43年，中国文艺协会发起文化清洁运动，被称作文艺三害，就是共产主义、性别禁区、政治内部等有关的全部拢禁止。当时引起文学界抗议，认为用文艺政策控制出版品是违法的。国两会的新所这样一本书，就由于涉及到乱伦啊，或者是一些比较性禁忌的话题，被开除中国文艺协会的会籍，然后这本书也被查禁。我们花在这个上面的时间太少了。反而让我们失去了认识自己的机会。现场展出66件检测甲杂志，展览嘛结合实景解谜游戏，互民众抢救要消失的文学作品。这个展览就是要互咱知影，言论自由不是对天顶拨落来，望大家爱珍惜。记者李想台南采访报道。世界来关心科学界最近有出现轰动全世界，也个嘛有争议的研究。这是英国和美国的科学家最近是偷改利用人类的干细胞来创造出亲像人类胚胎这款结构。这科学家是对外表示，因的目的是要来进行医学研究，亲像讲要来了解为什么人类会流产。暗过呢，学界即马是较烦恼讲，这款人工合成的胚胎恐惊有科学伦理的问题。免靠卵子和精子，唔要受精，就会当制造出胚胎吗？科学家即马甲你讲有可能。英美研究团队进前是分别发表2项研究，研究人员是利用人类的干细胞，成功产生出14公大的胚胎，这嘛是学界史上第一摆。We also would like to improve our model because we see that it's beautiful in one way, but has some aspects that are not fully mimicking real human embryo at the time. 利用干细胞产生胚胎的是剑桥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的学者，和美国亚都大学的团队，因嘛拢模拟胚胎放入去了后的阶段。但是剑桥的团队，因的研究还未经过同侪的审查，怎样要安尼做？因为长期以来，科学家对人类早期发育的障碍，怎样的肉体顶拢想要知。And fresh insight that might come from the use of the stem cell-based models of human embryos might lead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auses of miscarriage. 研究者个认为讲，利用干细胞来做胚胎的模型，会当去帮助更较侪病的研究。但是合成胚胎敢会出现亲像复制人这种伦理争议？同款在研究生物医学的学者讲，目前的研究无法度把干细胞放入去人体，就是讲这个胚胎的模型无法度变作红圆仔。但是科学进步的脚步若伤紧，确实是需要进一步来监管。But by contrast, there are currently no clear regulations governing the use of stem cell-derived human embryos. So I think there's really an urgent need to look at these regulations to provide a suitable, ethical, legal framework for the creation and use of these stem cell-derived models for research. 搁再干细胞研究学会的指导方针规定讲，科学家袂当甲任何人类胚胎模型放入去人类，也是毋是人类的子宫。但是对合成胚胎会当伫实验室生长偌久，目前无明确的规定。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若咧做车链的大公司美其林最近这几档，因是一直拢在拍拼研究唔免官方的车链。经过测试了后，进前嘛已经和法国签约啊。即马伫法国有3台邮政卡车是到这款链啊在驶。美其林就表示讲，因为这个链啊唔免官方，所以就袂有绑链的问题，而且车咧驶嘛较省油。法国邮政的送批公务车慢慢开出去，向看甲一般的车无啥物无共，不过详细看车链是空心的。这是车链大厂米其林的新产品，免冠风的车链 Aptis。米其林进前几年就开始研发这种免冠风的车链，即马正式甲法国邮政签约，而且3台邮政卡车大型用 Aptis， 搁预定伫2024年前40台邮政车拢用这种的。On va l'appeler, c'est un pneu innovant, parce que c'est un pneu qui a comme particularité qu'il n'y a pas d'air à l'intérieur, et donc vous avez toujours une bande de roulement, ce qui vous permet d'adhérer à la route, de freiner, etc. Et le pneu est constitué d'une jante en aluminium, sur lequel vont être collées des ailettes en CVR, donc des composites verre et résine,
une ceinture qui va tenir toutes ces ailettes pour qu'elles restent bien positionnées. 驾驶车辆油菜是讲用这种车链的车，甲一般的车是差不多，甚至有更加舒适的感觉。Et non, très heureux de pouvoir contribuer à peut-être à cette future. Si un jour ça apparaît sur nos véhicules, je pourrais dire à mes enfants et à mes petits-enfants, écoute, tu vois, c'est moi qui les ai testés en premier en Europe, et ce sera une petite fierté. 米其林公司是讲，这款免灌风的车链适用伫汽车甲轻型卡车，无需要灌风的特色，互车链较袂防恶意吐破，也是讲伫路会发生破链的意外，毋但会当互驾驶安心开车，嘛会当减少维修的费用，也甲换链的时间。法国邮政也正看好这项合作，因为减少换链，也甲避免因为破链消风车会较了油，所以会当有效节省开销，提高送批效率，也甲减少碳卡热。公司新闻张如平编译。天气报你知来关心，今日到拜六礼拜对流会增强，发展会较旺，所以过到了后天气就会变较无稳定，西北风的范围嘛较大。若今日伫西半部是多云到好天，东半部今日会是乌阴天。同齐来关心今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是27度，上悬有34度。中部的温度上低是25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5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7度。外岛的温度27度至32度。咱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将亲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